大家好啊！今日同大家分享呢，叫做都係 Tiny 微影啦，係一個九巴嘅貼紙啦，KMB 啦，200mmC 啊，11.3米啦，佢啦係有唔同嘅九巴啦，包括係銀色嘅九巴啦，跟住有紅色啦，同埋呢兩架車仔路線我哋都買咗一架啫，唔係買咗兩架啫。買咗一個免費咩咧？又免費轉電車968啦，就係呢架巴士啦，因為我咧都都唔錯啊，有968號，跟住又有108、968、1A、280X 跟住有荃灣60M 限定嘅一架車仔。有巴士嘅上落客啦，係有輪椅啦，跟住有城市脈搏啦，跟住有車牌啦，應該唔係車牌，應該係一個巴士總站嗰個路線嚟嘅啫。KMB 跟住有 KMB 九巴服務日日都進步咁樣，KMB 啦，同埋有個九巴嘅車仔有人講呢架車咪應該咪微影嗰個貼紙呢，介紹就係到呢度啦。如果中意呢條片呢，俾個 like 我，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